家家有好声，马莎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是泽伟。大家好，我是英英。这你看来，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哎呦，铁达你好哦。你按那上底下天样哦。懂不样啊？你知道念的英文啊？世界之王懂你气势嘛？就站在世界的屋顶，一边还往，你就会 hell。你喊一次，你喊一次。I'm the queen of the world。哎，这样太美，你要 queen。好，照一百。I'm the queen of the world。有没有？哎，好像英文课。就是有一种懂厉害的意思，超毛。你中文唔點係叫咩做嘛？喊呀 ，King of the World 嘛。剛剛當場唱動力很感應來係冇？答對，然後講，做得起到世界紀錄，哈，站在世界頂端，嘿，當啥 PS，唔過意思當重要，係叫你唱到豐州喎。I am the king of the 豐州。那還假發有冇？那個用 word 強嘅發。喊出來是冇強的。哎，動為雄呢，哎，厲害。來喊佢出來。好。用風中來當好色，能夠王的意思，我們用王跟後的氣勢分享佢出來，好嗎？分享 and King of 豐州侯俊明，豐州王。哇，你大哥你好。你好。阿妹你好。哎呦，哎你睇下 I am the king of the 豐州，預備開始。King and 豐州，有嗎？帶着很厲害哦。你啱啱冇看嘅健康豐州，嚟當好是企業豐州。一唱係什麼 ？OK， 來試試看你個對豐州。聽講佢對豐州係豐州王，所以講得過這個冠軍。係紅照片見嘅冠軍。冠軍，弄大家先介紹下豐州好嗎？一豐州嚇，喺我哋苗栗公館，嚇唯一嘅產區，啲全台灣嚟講嚇，係唯一嘅山區。佢當特殊嘅係我哋嘅種植嘅環境嚇，嘅下擺全部係以前嘅荷巴蛋。因為哦，係荷巴蛋，佢一擺水材加下落嘅荷巴嘅沙皮嚇，全部從到我哋公館市區入邊，嚇喺嗰度變到我哋農田。好啊，嗰時候我哋嘅奶牛差唔多30公分高部天咧，好啊，下擺全部係太沙田，啊，都好一隻豐州，佢當地樹係生長嘅環境，佢唔需要強度嘅水，好啊，排水要理，照水要夾，好，嗰時候可能要做孕育到我哋嗰隻台灣只有苗栗公館，一隻地方，就要做我哋豐州，啊，其實山區做一個。當年呢，差唔多是那個青年生到半年大一隻時間，好，就係要豐州嘅產期。哎呀，樹方那等看到嘅就係安尼桑果，呀桑果安尼世界就像年呢水果一樣嘅，啊其實安尼，哦，大家看呢，有一些咧一般紅，好，一般強，安尼時候叫維他命 C 係青果嘅，有安尼報道講吼，叫維他命 C 係富士蘋果嘅7P。7P 啊，種水果啲都會黃，叫維他命 C 係青果嘅。佢咩係水果王做出嚟？哦，公館呢個地方，搶走的種了豐州，牛係的公館地方嘅豐州王。你說是不是 King of the 豐州？真緊誒，佢豐州啊，不管係誰來呀，誰來都做得是，冇強用嘅。批發時期咧，全冇強來講呢。係，還有啊，我家食到了豐州，大家一定有食過啦。青像搶水果，愛吃到嘅甜度，你按錢嘅話，你就啲講，用大家計算下，啲甜度差唔多幾多度。他講糖度安尼甜度可能會學到，我哋啲嘅豐州品鑑比賽時，我冇睇嚇，我哋7個鐘嘅豐州，要甜度達到27.1度，比一般嘅葡萄、水梨。好，佢嘛個咧桃嘅下頭足行下個，可以來到27.1度安尼。我食過最甜嘅水梨啦，差唔多23、25度，當甜哦。佢那個汁啊，出來會黏黏的，很好彈。你要比其他甜啊冇騙，我最早食一陣。做得。咩我想講吼，食一陣冇法度證明，而是聽一陣人哋講，哦，真係按甜，應該咪嚟。唔過
讲啊，我知道动力会给是，因为汉会上的些流流安呛呛啊，汉个就叫提风就风风，用板做到每你系风做未系风世界。呀，你遐书房他甲看到的吼，要做迄那个风做馆。一般遐沃卡地都这个炖鸡汤啊、炖排骨啦，吼，全部做迄种安尼西锅的风做。啊呀，风做馆做迄啲啊三个加下，哎呀，就啲水啊，烘炸好来过后，吼，熟土油拉，吼，炸好来，然后表个泥台下摆去晒差不多7年到10年以后，就变到安尼风做馆。啊，我就当要求的迄讲。我哋一天我纯粹日头晒，做唔得到温室用火白来呀，讲烤箱。今日香味吼，我无爱香，行起日头晒，安尼风做干的香味係真香，嘿，啊保存起来吼，比如讲冷藏地度安尼吼，个味道会持续一直散发出来，今日香味才係清淡的。哦，做的可以这样说。没想说，你还做你平常时冇被买到的吼风做干。我家是两种甜的，你一天要维持强的甜度嘛？哦，我知道西瓜有含较甜一些嘞。嘿，较甜之外，你还风做，拢系冇被说风做冇强的原因，系讲佢底杯吼很扎实，够用，很扎实。因为今年我伊买的多，上次还动态了解中对用，对。其实个咬下是松松，香港的冇甜，嘿。唔紧切哦，而香气还有甜气进出来。如果浅浅的音散发出来。来啦，容我们跟王谢谢一下 King of the 风咒哈，什么？你个王吼，让黑都冇算嘛，该臣服在你底下。当然今日。龙太家给是暗号的食材哈，世界级的等级的食材，一定要做料理咯，好冇？用牙缝做来做料理哈。本太家看一下上的哈，还有西瓜啲料，看到几样出点啊，剃刀出来做嘛个？呀，近边吼，一般他家说的迄安尼风做干来炖鸡汤，哦，他家冇试过用安尼生果，哦，新鲜的生活枣，咩可以来炖鸡汤，鸡汤食起来吼，跟你甜味个水果嘅跟你甜。我散发出来都安尼个鸡汤吼，食起来都清甜安尼，当针安尼。佢今边嚟剃刀出来做，哈冇强样咧，企业风做嘅，好来开始哈。姜嘛吼，切姜片，好，安尼切第一姜片落去，好，分家个安尼鲜味甜味去提升起来安尼。你可有几飞来种风做咯？其实要吼，我讲到我爸爸嘅时候，佢退休过后吼。佢做卖安尼，我哋主要卖安尼风做田。哦。嗰时候还唔係講风做有一年我行到廠見俾你安尼。嗰時候茶動態就係講，嗰時候一件上安尼上嘅风做，一件爭差唔多40蚊牛、50蚊牛。哦。好。嗰時係上係那冇乜跟人地啦。對。哦。種嘅年也較少，面積冇辦法。好，啊個也冇乜跟人地安尼。係。啊。到迄波，我哋農非總幹事，經過也6、7年的安尼大兵吼，安尼努力，讓我哋豐作，吼豐作規則，啲個安尼一件40蚊年，帶到今年今年愛下吼，按好嘅價錢，一件要來到180到200嘅年，哇！嘅水滾嘅啦吼，差唔多那成湯，用藥湯係啊，對，用藥湯。好咧，雞肉吼，唔知帶來雞肉，土雞，嘿，這個，一天咧土雞，我哋豐做健康都要肉雞。哦，哎呀，雞特別嘅豐做吼，叫我去做豐做先，要做真呢邊都係你豐做雞。我突然好羨慕他哦，當然真係豐做。個人哋都主要安尼肉雞啊。好，你啊用人哋土雞肉吼，先殺一下啦吼，燙一下就好咧。佢旁邊幾鑊水滾咧，成邊薑嘛，成邊。啊，成邊薑嘛。好，跟龍頸用成邊燙一下哈。好啦，日幫啊。仔細。好，薑嘛吼，等下吼，我搬湯匙啦，撳下去哈。就來一薑嘛吼，先落去打個湯吼，我看較清甜。係。先俾提味安尼。上改風走啊，撈灶嘅風走，佢改運用假吃又強用嘛，然後係講佢又上漲才嘛改為數。佢食起來睇吼，口感也就
全部较无香，洗澡的吼，看起来，吼洗起来，我较伫拄肉质吼较无按有弹性安尼，因为佢洗澡的吼，啊看起来个皮吼，伊看起来我较揪，因为佢煮到热头洗，叫我揪起来安尼，吼啊三个洗起来就出安尼甜甜，个口感嘿像水果一样的，虽然是冷果样的安尼个嘿，个叫这个像刚才讲的维他命 C 以外，吼佢纤维质要动过，吼还有便秘的人。好，你安尼产季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的。三个哈。好，安尼烫一下就做得了哈。来，你留去过一下冰水好了，过一下冷水哈，洗枪了。哦，好来，放掉提哈。好。cái水拄好滚的吼，安尼洗枪的等下就流过去，这叫就可以流好了。嘿，这叫流过去。那土鸡肉吼，看上就当好食上哦。呀，全部啊爸爸妈妈也叫得去。哦，古说讲俩田安泰有抢人哦。我哋多早嘅時候，張有搶哦。平常時鐘我同啊爸爸媽媽啲菇，哦，我哋啲嘅菇啲嘅管理啊。像安尼逢做人就可以上嘅逢做就可以倒下去，好，盡量去煮。安尼就可以備煮，安尼差唔多要煮幾久？差唔多15分鐘，雞肉熟起嘅哈，係就可以留起來。哦，15分鐘。15分鐘，係，等佢煮15分鐘。好，一定要滾要滾細火嘛？滾細火。好，滾15分鐘，等下轉來看一下3個嘅鳳爪雞湯，好食嗎？好，15分鐘，一開加滾的時間，一滾就滾細火，15分鐘以後，我就看到動情呢，吼，好來，呢度前啊，嘿，一啲鹽，一絲的鹽法嘅哈，係，一絲的說哦，對，唔是太多，好，等佢轉嘅，落嘅，按說的裝起來哈，像太假色的哈。冇講嘛，該有煮薑嘛，還有鳳爪，還有雞肉，嘿，冇卡肉嘅土雞哈。好，來，這樣上來，聲音。哦，來，來看有溜出來嗎？好，啊，按香按清甜的，內面唔只是香個味，香下來先哈。阿明講，你講，我搶太假是你係乜嘅？鳳爪雞湯。啊，來啦。以後是甜的，所以嘛後是甜，講到甜面講講法都講唔清楚咯。鳳爪南，鳳爪廣，我咩仲愛食？鳳爪廣本身就有氧氣補血的效果，好可以呢，可以補人的軟組織啊。果然是補中之補啊，王中之王。鳳爪雞湯來咯。食款的，嗱，愛食咧一天係安尼，生嘅吼，哇，很清甜哦。佢啲都係鳳爪甜吼，個帶絲絲的微微安尼果酸，對人的身體係清好嘅，所以就會酸，對抵抗力啊就咩當好。因為你哋食生嘅時節，佢係甜又脆，對，唔過煮過以後佢有啲酸尿，唔係當酸嗰種，就是你講嘅果酸，天然的果酸。然後
给给糖啊，清甜，就是非常天然无负担的味素。没错，我们现在不要用味素，就用它就好。用红枣来增加它同调的甜味，安尼就好咧。你喺我以前说过，譬如讲红枣跟煮鸡汤，跟同样的影响到不同的味觉，不同的风味。嘿，真嘅当贴片呢。哦好，嘅我想讲吼，红枣对細妹兒好。对，我哋旁邊嗰隻細妹啊，好識甜。好食甜。係啊。有，今日我们有准备一道料理，很多红枣、黄瓜、皮甜汤，哎呦也是针对細妹人，好，安尼做甜的，好，來本家特色。糖起來有一隻枣的甜品，還有一隻糖的甜的，有冇人期待？好，接下來看一下樣板粥。红枣、芒果皮、甜汤，你好識甜嘅，細妹好識甜，講到甜咩講法都講唔清楚咯。紅枣南，紅枣黃埔，我咩仲愛說？紅枣黃埔已經有甜味嘅，這個加上人嘅紅枣黃，哇！我覺得這個甜點中的甜點啦，哈，這個皮乜嘅甜糖哦，甜糖都精彩咯，甜糖當多種哦，我唔止講黃埔做的皮乜嘅甜糖，先嚟介紹一下嚟做乜嘅甜糖，好冇？好，來，一就做一樣甜糖，或者安尼紅枣銀耳蓮子湯。哦，非常溫潤的補法哦，又可以養顏美容啊。對。跟黃埔都唔是講，黃埔家中嘅嘛？黃埔也沒這家種嘅。哦，裡面有些紅枣嘅。種到紅枣園旁邊，對。你打帶來哈，跟黃埔都唔是講咧，太家夫婦都有咧哈。你要先泡過水嘅沒哈？對，要先泡過水。先泡過水，還有蓮子沒有泡過水。泡過水必飯。蓮子是咪要發起來嘛？要有，冇會腐嘛？冇會腐。好，古所講你阿妹講，蓮子泡過水嘅，還有蓮子心哈，咩搓鐵嘅哈，就泡水哈。當然要準備一個餅湯嘛，要中藥嘅，加一些嘅米頭本嘅。跟先嚟切咯哈，嚟切黃埔，跟一整嘅呀係用炒嘅呀，係用整。哦，依種係。看整容，落安尼個安尼紅枣乾，叫佢下一整。因南瓜吼，佮下一個好處，像安尼軟組織吼，安尼腳切條啊，也嘛該。軟組織。對，軟組織吼，又可以補地位安尼個切條，吼，唔好安尼講安尼啊講吼，安尼落去嘅安尼關節較唔夾較好，就可以撞到啲飯瓜。啊，佮加地位加地位紅枣乾，紅枣乾本身就有氧氣補血的效果，吼，可以呢。咩可以補安尼軟組織安尼，果然是補中之補啊，王中之王。好，你個生意哦吼，你個黃埔出來切哈，切太切啦吼，應該黃埔攏非常無香樣吼，看了皮，攏很平常時看到黃埔無香誒，也種無香誒，種無香樣，也係安尼講栗子南瓜，栗子南瓜，最甜嘅，對，食起來較粉，像栗子樣，香氣咩無香樣，對。龍媽媽講吼，其實黃埔含啲瓜皮色啦，較營養，對，較營養。唔好講，哎呦，個黃埔硬也冇槍粒，槍粒部分細槍做嘅啦，硬部分煮吼，個其實很多營養都在皮哈。哎，煮狗筋沒營養，好來鋪一下。好，你黃埔切好嘅哈，就切很切片。那個紅枣乾，有泡水嗎？唔是泡水。要洗過就可以，要吃另外泡水。好，就提安尼，不用落去，好，攞紅枣乾，不用落去安尼。空氣了，空氣安尼，哈，不用出來哈。因為黃埔要出水。對，出水加紅枣整嚟去，佢咩溜嘅將加上嘅煮雞湯加下，我打開來安尼哈。個米湯其實個就我安尼流出來。有它香哈。跟你做兩套出來時間，你有試過不用上嘅紅枣嗎？丫頭還冇試過用上嘅紅枣，因為安尼吼曬過嘅紅枣，算類似是像安尼中藥嘅安尼補品吼，甚至可以用安尼中藥嘅調理嘅方式來做一紅吼南瓜安尼紅枣吼黃瓜安尼。好，佢差唔多一整幾條，差唔多丫頭吼一整差唔多15分鐘。15分鐘，好，先標下伊啦吼。
因为我吃到甜筒应该它长的时间啦，我印象中了哈对。好，音放进去哦，好，声音，生意哦，按你准备整身5分钟了哈。嘿，整身5分钟。接下来做乜嘅？做甜筒的部分。哈，做甜筒的部分。好，一甜筒哈，其有咧好處講，安尼糯米哈本身就有養顏美容，好，像家下介紹嘅安尼個鳳爪乾，好，佢咩有安尼陽氣補血安尼功效，好，啊結合安尼蓮子哈，捏鐵安尼不用特別蓮子去哈，可以安尼了講，較色嚟較涼，降火氣，較唔會安尼安尼，又可以兼具青苔做迄個。尤其是迄西門女士，哎呦，安尼養顏美容，嗰時候要做叫你嬰兒，人家嬰兒做題刀刀綿綿，好，我們可以膠質全部做出來。好，來到，記得咯哈，泡水哈，要一定要浸水，要浸水哈，先兩題切開面，好，迄我看迄有像你用果汁機啊，打你做的，打的安尼，唔講你仲下熱下好食有口感，有口感，咬到東西，咬到東西，啊，做盡量係切開面的，但是又唔會，講安尼咬，切唔到咬到東西安尼嘅感覺。該不會連糯米麵也不開？哎呀，冇人強呀，有糯米呀，嚇到我。因為媽媽也得好種菜吼，叫做種一些像你家人那個飯瓜也得吼，也得全部我自家種，像你菜啦、雞也得我全部我自家嘅安尼。係。好，甜筒的部分哈，當然啦，兩款自家做幾多？甜筒做的是少，做的是量，都假做地位吼，假做地位不用冰箱，可以寫出藥。對，尤其是像一下捏甜家吼，是安尼吼，清好，這起來之後呢，哇，量一下子安尼叫你消暑安尼嘅。真係咩當我介紹吼？你講你係甜筒啊？真緊哦，你煮入落去了呀，凍掉就實體嘞，很快就消滅。對，消滅。因為甜食條你它個尤其是要得鮮嫩的要得，一下子比較得色香。盡量去切開面對位哈。安尼煮的時間吼，做得較乾對位吼。嘿，對，它唔是煮到按久。好，安尼差唔多吼。好，佢旁邊嗰個水咩滾的吼。應該係先不用抹介嚇。先攞嘅糯米，因為糯米我煮較久。做什麼？你咩一腔理想？你應該是盡量按你是處女座吧？係啊，其實就講啊，衛生顧到嚟嗬。嘿，當然。大家你食起來咩安全？係哦。好，加切好嘅糯米不用下去。還有蓮子。蓮子不用落去。見提香太假吼，蓮子先泡過水。當然啦，你想講你喺時間較多嘅吼，有人會先蒸，吼準備熟，但係不是煮完久。時間就可以熟較短嘅。咁唔講熱天嘅時節啊，上次我會去採果樂啊，吼，嘅有找到時嘅，也做得滾一下張冰。做得。好，好，之內鳳爪，好，鳳爪乾，不用落去，輕鬆嘢會提味嘅。我還記得細細時節啊，阿公啊婆去做細時節啊，會不用記啲嘅鳳爪，做冷嘅嚟食，係勁咬啊！其實嗬，係因為人家鳳爪有啲俚語，咩啲諺語嗬，人家講嗬，一年13週。百歲不顯老，一日13早，百歲不顯老。很厲害，有個中鳳爪，對，當你食得會鳳爪，好對人的身體，不管老年家，也係人的新年的要的，包括人自己健康啊那個好，就可以來食人的鳳爪，好來保持嘿，延年益壽。對，係啊，因為鳳爪真的對人的功效對人體真的很好，你可以增加人的免疫系統嘅人的功能。你有冇覺得聽到？鳳爪王講法講先生，然後平身。好，你剛剛不用落去了哈。今日糖乜個時間不用？要糖等佢要滾的起嘅，哈，糖就不用落去，不用落去過後，就師傅必開始滾半點鐘。就是等佢等下，先等佢滾。我咪教媽媽吼，我講加個蓮子，我係一種方法，我咪教英吼。蓮子係講想要用天鑊燉，單槍蓮子嘅話，你燉的時間不用嚟冰糖，
唔得炖好的莲子，说起来很甜的。对。你再方法炖好，就唔是讲啊，一天要变我天，变我放肚筋滚，我因落因等时间那个对。好，安尼滚的吼，滚的就不用烫，滚的做到安尼本烫哈。其实这款这个说一条，一般一下较养生，可能烫，你就冇不用按烫。看这个口感嘞，嘿。本烫不要落去，本烫对。好，落去下啊。好，咱钳改滚的吼，滚的，钳改关西火，关西火。好，半点钟过后转来，当然唔记得咯，给安尼黄浦和你整吼，半点钟过后，咱来看，你用，我边用摆去，莫走开啊。哇，半点钟过后，真来看人家黄浦和酱哦，先看一下。好，攞佢夾出來。好。其實大家有做黃埔的經驗出題嘅吼，看到色出題，吼，看到表面出題講熟嘅，唔過咧，迄有人講，哎呀，我吃看啊，應該蠻吃看嘅。看有說冇說，你要前面下你有吸盤嘅地方，動一下，快啊，你動下去，哇，你就做得嚟，好鬆軟哦。你睇人來表嘅盤嘅。唔嚇，先嚟看你半點鐘嚟，當上嘅皮哦按甜，過來看一下，啊，你香味。哇，來。甜湯吼，半點鐘，比滾半點鐘，水有較少係正常嘛吼。嘿對，因為佢安尼煮半點過後吼，佢我水我熨熟嘅，啊拄好同樣安尼吼，糯米拄好安尼變到有些嘅蓮子吼，有些安尼較厚樣嘅安尼吼，佢膠質做出來。哎呦，我講平常時吼。西門好食甜湯，比成吃看來啲。暗號。冇幾乜要求啊！哎呀，唔拉甜啦。要風做清好，做嚟俾你試下。先吃看咧。我很怕弄整碗給你，我也不想。該懂眼而顯是風做咯。你寫我寫你哦。有哈。哦哟，你先看甜度够不够啊？香港甜度会油会发展去做来盛盘的哈。哇，你该风做非常甜。红。好来，做点嘛。做点。哦好，那我们就来组装嘞哈。好，先来攞呀嘅飯館黃埔哈，黃埔哈，嚟裝一盤嚟哈。正義哦。哇！有一件凍落嘅，嗰時候夾俾食去死嚇，用呀。栗子南瓜出来有你哈，对，太搞是个栗子的话，就底给那个口感松绵的感觉哈，要整起来冻浆，好香哦。加香米佬一般爱批到的飯瓜米冇聽過。佢食起來比較綿密。好，佢鳳做整個應該咩2毫升吼。係，佢講食起來吼，佢甜味佢係係唔可以比講安尼整個吼。又給甜味做安尼做出來，也大概也連食起來做下，啲都會甜味喺度。哦，今日就是想講等下哦，食以後黃埔這個泵以後，人家縫做已經當貼片，好來。哦，撒下來你要裝湯咯。入湯。哇，这个甜汤啊，还不用本熊啊，哇，整个夏天都觉得好满足哦。好来，等会哈，安尼做好的呢，哦，看起来当好食。来，阿妹，请大家什么来？鳳做飯瓜皮甜湯。來啊！
直接开火。好，女主好像可以声控开火。对，没错没错，你今天就是声控，好不好？好，太棒了。好，为了让它的颜色看起来更丰富一点，是，所以有绿色的，所以一定要什么红配什么绿，然后呢？真美丽。对，好像宝石哦。对，红宝石。其实应该不是我的功夫，应该是它的红枣比较好。没有，它的红枣加上你的功夫。好。凤奏南瓜，皮安尼甜筒。哇，这个栗子南瓜，吃下椰时间就感觉到它非常松软。我冇想到凤奏配南瓜哈，很特别，因为你喺无同样的甜，对，不一样。cái phòng trọ họ用加上嘅phòng trọ同样去煮高整高有一滴滴的有饭的蒜苗，所以你不会觉得南瓜那个甜味微腻。那第一眼大家表情呢，大家很神试吃有没有？我想表现也太浮夸了吧？可是真的哎，就是淡淡的一点甜味，然后红枣的香味，然后我们木耳的那个香气。那吃到一定要不用冰糖，漳州的龙给。凤州的糖哈，做一个很好的区隔。好，带出来米头我看好。嘿，怎么样，英？我们的 King of the 凤州广哦，怎么样？讲到俩吼，那就相当于一位好朋友。哎呦，佢非常係，佢非常會煮呢。你說羅姐啊？羅姐好朋友，佢非常會煮嘅西式嘅料理，韓國嘅時尚啊，去國外啊做裁判做評審，因為自家係料理之王了。哎呦，特別人嘅鳳奏王。哎呦，係啊，太好了！看見樣板，然後人嘅鳳奏用西式嘅手法來料理，好冇？好，歡迎你，好，有請啦，李思美，太做阿妹哦，嘿哦，來，思明哥，阿妹哥，你好，阿妹哥，哇，兩個名不一樣，可是客家話念起來是同音呢。哦，是這樣。阿妹哥，哦，初次見面嗎？初次見面，第一白看到。鳳奏紅棗對這個李主廚來說，應該也是駕輕就熟了啊。對，這個我們有時候做菜的時候，在飯店裡面都常常有用到這個原料。那沒想到我們今天吃到這個我們苗栗這邊生產的這個紅棗，哇，感覺特別的棒。哎，聽你的口音，你應該不是客家人吧？我不是客家人，是哪裡人？我是那個南部雲林人。哦，雲林人。對。然後你娶了，就是客家新 Q。對。然後老婆他們住在挑分，哦哟，很厲害，因為我常常去挑分，所以這個我就知道。挑分，一走進去挑分，每個說：“哎呦，阿明過來了，你要去挑分。”對。好啦，你要用鳳奏來做後式的料理，這個不知道主廚要做什麼好吃的料理給我們呢？我今天就為各位帶來一個甜在心蔬果沙拉佐紅棗凍。好甜在心哦，哎。鳳奏通紅棗凍我們倒是很少吃到哦，因為一般來講，看我們的甜湯有紅棗，雞湯有紅棗，果凍會變成怎麼樣？我們馬上來看看主廚怎麼做，好不好？來看一下，甜在心蔬果沙拉佐鳳奏通哦，好長哦，但是好期待。好，那我們就馬上來做了，好不好？先做什麼？好，先做就是我們先把這個紅棗，好，先泡水，還有我們再加一點這個枸杞，好，先泡水。然後來開火嗎？對，然後我們就直接開火。好，聽說好像可以聲控開火。對，沒錯，你今天就是聲控，好不好？好，太棒了。好，那泡水之後啊，泡過水耶，對，我們就直接把紅棗加進來。好，然後還有什麼呢？枸杞，那枸杞的部分哈，我們就是大概些許就好，因為今天最主要是這個紅棗。是。對，所以我們就再加一點點，好，這個枸杞。因為枸杞其實它的甜味也很重。對。好，來。好，再接下來呢，我們讓它再補一點，所以再補一點，所以我們加了一點人參。生鬚。對，加點生鬚，好。真的很補。對，那我們繼續讓它煮開了之後啊，是，好，我們就等下把這些紅棗再拿起來，我們再來裝起。哦，就是把所有的料拿起來，它等於是有個湯底就對了。對，甜起來哈。好，接下來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是羅曼生菜。是。好，羅曼生菜的話，我們就拿那個一個碗來裝，因為剛剛都洗過了哈。是。所以我們放冰箱之後，讓它比較脆。
脆了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拌的一个动作哈。然后我们这个梗我们就把它切掉。好，大概是切这样。是。好，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有，非常的清脆。对，所以这个洗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放冰箱就可以了。好，为什么突然觉得主厨特别有魅力啊？真的吗？我们3个好像就是在看你表演，太棒了。看一下这个，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为了让这个蔬菜更丰富一点，是，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个奇异果。好，那水果的部分呢，我们就大概就是你要怎么切都可以。然后我今天选择的大概是切成丁。我等一下把它撒在上面。好来，主厨，那其实我们按照季节性的蔬菜跟水果来搭配今天的蔬果沙拉也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啊，你今天想要吃什么水果，你今天就加什么水果。因为毕竟我们做的甜在心的果冻这个果冻以红枣为主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搭配什么会最适合？因为我是做西式料理为主所以我今天就是选择了做点 cheese 跟橄榄油。对，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撒上点 cheese 粉跟生菜做一个结合。是。好，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然后为了让它的颜色看起来更丰富一点，所以有绿色的，所以一定要什么红配什么绿，然后呢？真美丽。对。好，我们就加点红色的。也太可爱了吧。好，那番茄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做好。是有，不要切太难，我们就把它切成一半一半这样。好来，切好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先放这边，等一下我们来做个组装。好，有大有小这样。是一般的小的牛番茄吗？对。好。那樱桃番茄也可以。那我们今天就选择了这个大一点的，做不一样的盘式。还有干嘛厚？好，这样子。好，来。接下来我也准备了一点苹果，那苹果的部分就是也有点红的，有绿的，这样我们来做一点不一样的呈现。我把它呈现做切片的样子，这个要稍微有一点点刀工，因为我们把它切成一致的话，等下摆出来比较好看一点。好，哇，这真的是要真给它抖红这个阿妹狗，你看到几吗？每一段都一样哇，大小大概就一致这样。好，我们就放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那个红枣煮好的时候我们要包那个 cheese， 就在这边。等一下我们准备好。好，那我们有水果，然后还有准备一个蔬菜。那再多一点点颜色。好，小黄瓜的部分。你要怎么切块，什么滚状都 OK， 看自己开心。我今天就把它选择切片。好，等下切片，我们等下做一个摆设的话，感觉就比较不一样。好。好。那 cheese 的话，等一下我们就是包在这个里面。因为你等一下要塞在那个。红枣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切成这个大小，我们就把这个先放这边。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在煮这个红枣冻之前我们就先把这个吉利丁先泡冰水，那一片一片把它泡，SM 泡水。好 ，OK， 好，先用冰水，我们大概把它煮开。好，大概煮到开，我们再看一下。好。哇，等。酸芋了差不多有10多分钟，煮了10几分钟了。对，我们看到那个汤汁的颜色已经有点改变了。来，你闻一下。哇，好香哦！我再加一点点的糖，好，让它提味，让我们的红枣的味道更明显。因为本身红枣跟这个枸杞都有甜味，所以我们只要加一点点这样就好。所以我们的甜那这样子熬煮的话，通常一般来讲要熬煮多久会比较好？我们一般的话，这样大概是煮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让我们的人参跟我们的红枣的味道都释放出来。好了，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都捞起来。好。等一下这个枸杞的话部分也是可以装饰，可以放在我们的沙拉里面。好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把吉利丁放进来这个汤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比例。大概这个水的量大概是100 cc 的水加5公克的吉利丁。100 cc 这样比例这个果冻的那个硬度口感会，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比例会比较好。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吉利丁来泡软的吉利丁，有看到吗？吉利丁就变软了。好，这个时候来。软了之后才可以加进来因为如果很硬的话，我们这个吉利丁它就不会融化。
好。好，刚刚师傅龙跟你讲的哈，给比例按你算起来是果冻咬起来的口感是最棒的、最舒适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吉利丁这个红枣冻，是红枣冻煮好了。哦，太搞看到妈妈刚刚安利师傅也有学时间，就看到那个稠度了。对。那如果它冰完之后啊，它会更结冻一点点啊，稠度就更硬一点点。报告主人，请问一下。我们刚用的是吉利丁，为什么我们不用洋菜呢？其实洋菜也可以，但是呢，我们用吉利丁，它会跟它比较做一个结合，会比较就结合度比较高，对，它比较细腻一点，对，而且它没有味道。最主要我们的冻是要吃那个红枣，了解，所以我们就可以吃到红枣的原味。好，俩师傅弄俩果冻红枣汤做好了，师傅讲30分钟拿在冰冰箱，给30分钟过后拿出来组装咯，摸就开。30分钟再来诶，看到吗？很强的红枣汤哦。因为刚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垫一个这个是保鲜膜或者是塑胶袋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对不对？这样拿起来，对，这样就可以拿起来了。那我们就可以拿来切。等一下，对，一般我们的酱汁啊，我们可能就是这样淋上去的，是。但是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的那个分子料理，最新的一些料理就是把它做成一些果冻的样子，所以这个就等下配我们的沙拉一起吃。所以我们可以。所以你要先切它。对，我们今天把它稍微切一下。好，看，来。那如果不拌沙拉，这个红枣冻的话，夏天我们可以直接给小朋友这样直接吃了，也很营养，也很棒。来，黑熊弄人家，看很漂亮，手也好吃，对，我懂老师这叫做冻，那你吃了会均匀有。你看这个比例这样端，你看，哇 ，Q 弹的皮肤的感觉，而且很光滑，这样我们等下做沙拉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对不对？有很像蒟蒻的感觉。对。好，然后呢，我们刚刚的凤粥，加留起来的柑橘还有凤粥，先搞太简用板印。用凤粥切开来，把头尾这边切起来，好，铁梅切起来，然后中间这边稍微轻轻的划一刀，轻轻的哦，轻轻的哦，因为我们已经煮开了，这个红枣它已经很软了，好，然后就把这个纸轻轻的，用手这样，轻轻的就可以拿起来，对，好，然后呢，这个 cheese 来，这个 cheese 我们就可以这样组装来，好，把这个 cheese 拿起来。包在这里面，好，撒了嘞，来盐巴，染，好，来 ，OK， 来，等一下，好，停，我们稍微给它拌一下，是，好，再一点点，好，停，太棒了，来胡椒粉，好，胡椒粉，对，稍微平均分哦，好，来胡椒粉，好，停，对，胡椒粉，好来拌均匀，好停。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橄榄油，好，收到，橄榄油平均分一下，好，其实这样在家里就可以做到非常经典，而且很经典、很健康的一个沙拉。要停了吗？对，好紧张啊！可以停。好，好来，再把它拌均匀。这时候啊，我们就把番茄，番茄客家方用板講，叫做 tomato， 其實就係葉。對，就是 tomato。係。好，先不用 tomato 哈。好，下來。好，然后再来我们就把我们的生菜，不用上去。長菜。韭菜。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凤粥，不用上去。对。甜菜餡嘅甜菜餡鳳粥，然後我們的搦瓜誒，搦瓜，好搦瓜，搦瓜咩準備好誒？沙來不用乜嘅？我們的 kiwi 奇異果，來奇異果，令果，嘿，令果。稍微做一点点摆饰之后啊，感觉就比较豐富一點點。泡過鹽水令果，就唔講佢變黃哈。還有你家煮嘅果凍嘅時節，有嘅柑橘哈，枸杞。那我們柑橘，用人家做嘅果凍，鳳粥湯。鳳粥湯，你看這樣感覺就很亮， Q 彈哦，好像寶石哦。對，紅寶石。
其实凤爪本来太改就很给红宝石哦，然后他主厨又把它变得晶莹剔透了。其实应该不是我的功夫，应该是他的红枣比较好。没有，他的红枣加上你的功夫啊。好，来点果冻。好，来，最后呢是。让它更丰富一点点啊，多一点层次感。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叫做帕玛森 cheese 啊，这是意大利拿来的帕玛森 cheese。主人，您的武器在这。OK， 好来，让它更丰富一点点。哇，很香哦，好看哦，像雪花这样子飞下来，很香，很香啊，很香柠色了，真给哈。神蒙住处哈，刚按疗愈撒上 cheese 之后呢，他要请大家吃，帮我端一下，不好意思，主人，这是我的荣幸。来啊，我想这么长就小的来了哈，这个甜在心蔬果沙拉做我们的红枣冻，给我们吃。突然太好吃了，会讲客家话是不是？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沙拉。好，那一天省事的呀，甜在心。对，这个是太特别的。太好吃了，我们就来沟通。哎呦，你刚讲客家话，突然太好吃了，会讲客家话是不是？哦，刚来的主厨讲的意思跟凤爪哈，配上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因为 mozzarella cheese 有点鹹鹹。对。然后那个红枣竹菇实在太好吃了。冇想到讲要凤爪同样 cheese， 安尼包起来搭配起来，安尼给安尼口感，从你蹦出来的佛法用的按那么的搭配啊呢。好特别的口感哦，这也打破我对红枣跟沙拉的印象。超毛凤爪竟然可以做成这样的沙拉，真引神蒙亮味，也要真的很谢谢那凤爪王吼，对台湾特有的，就对广馆上有的凤爪按用心，你们食到也用心，食到量才用心，谢谢你们哦。知识，安知识，安知识。什么太嘎？当然啦，你还要看真真正正的美食节目，所以属看 The King of the。嘎嘎有好事，欢迎哥哥来主席，上来了哦，谢谢你们啊，谢谢。今日呢，第一节目哈，同大家带来凤爪鸡汤、凤爪番瓜皮甜汤。要按姿势哈，要只厨师哈，拢爱在讲讲咧凤爪做按特殊的料理搭配，我爱就可以好转去哈，本装出来本行较多呢去品尝到安尼按好的凤爪料理。也欢迎大家来美丽公馆来亲爱。